我已经想足久啊，制作你嘛哈厉害足久啊。干嘛讲这个夜市人生若是有你来吼，会用增加一寡光彩。对，邀请你来。而且这个角色最重要。哦，你有做杨傲天啊？恁个阿兄做啥物货？杨傲呆。安尼有适合？为虾米呢？有适合。因为伊毋是真正呆，看起来敢无呆，要么实在是呆。那你这来想好内敛。 对啊，因为伊即摆住伫疗养院，所以我们什么时阵回来都看你有朱大哥，你当时你的好呆个大用咯伊。我看是啊，我唔坐伫迄意淫啊，怎么样？对，我即摆是看是，就拍演的。嘿，被倒也袂当听到，即摆不咧想啊。恁迄这做拍演，你意思要叫我演？对啊。会去演安尼就无讲，内心戏就侪呢。啊，你拄了行，伊个好。诶，我遮咧学乐你讲你做。 演员甲做歌星无共尔，你3工无困，你甲我讲2句就叫我演好呆啊！袂歹啊！